主席，司長，我今日嘅口頭質詢嘅主題呢，就係澳氹第5條通道嘅建設。愛港新填海區及友誼大馬路周邊地區人口密度高，商業活動頻繁，住宅、商業大廈、酒店、政府部門及餐廳林立，加上多間博企集中，旅客絡繹不絕。平日道路經常出現堵塞，尤其在繁忙時段，行車緩慢且長期擁擠，通行能力將近飽和。多年來，這些交通問題影響了居民的生活質素，並增加出行時間，對環境造成影響，亦阻礙市內通行。因此，基於公共秩序這一重大理由，有必要興建澳門第5條大橋，以此作為緩解澳門半島交通擠塞、改善北區、外港新填海區、路氹城及青洲填海區之間的連接，以及更均衡地分流交通嘅結構性解決方案。去年底，運輸工務司司長在立法會上表示，第5條通道將以海底隧道方式建設，由外港新填海區連接至新城 D 區。隧道內將設有上層行車通道和下層輕軌通道。因此，我有3個問題：一、政府早前承諾就澳氹第5條通道以隧道形式興建，並配合公共集體運輸系統進行可行性研究，並將同時對外港新填海區及上述周邊地區的道路網絡作綜合分析。請問目前有關研究處於什麼階段？2、政府有否進行或計劃進行任何技術、策略性及對地區影響嘅研究，以證明第5條大橋嘅必要性，並評估該大橋對緩解外港新填海區及整個澳門半島道路網絡交通擠塞嘅實際作用？3、政府會否就興建第5條大橋訂定具體時間表，進行預算、預測及估算，設定明確嘅施工階段，同時採取過渡性措施，以舒緩新大橋落成啟用前外港新填海區嘅交通問題？